Chantel 年紀輕輕便創立自家品牌事業。中國銀行、香港中銀港年輕品牌理財 Trendy2 宣布，由3月13日起至2025年3月15日1年，日假中環街市舉辦中銀香港 Trendy2 理財新手線財智助企玩創市集嘉年華。活動旨在結合理財防騙、育及創意文化，邀請由年輕人主理的本地原創牌，開放資源平台共享，推動香港文藝創意產業展，同時藉着活動提高年輕人不同範疇的理財識，並加強防騙意識和能力，將理財教育融入社。中銀香港今天假中環街市舉行中銀香港 Trendy2 理財首線財智講座暨玩創市集嘉年華開幕典禮稱，人氣偶像姚焯菲 Chantel 更獲邀請成為理財 Trendy2 品牌大使。活動揭起序幕，在開幕典禮活動上 ，Chantel 從中銀香港人金融及財富管理部副總經理温希文女士手接過證書，正式成為中銀香港理財 Trendy2 品牌大使。Chantel 更今天的活動中擔任 Trendy2 理財新手線的一日車長，穿一身車長造型制服，向大家介紹 Trendy2 理財新手線財講座暨玩創市集嘉年華的豐富內容。Chantel 稱，我其實不少年輕人一樣，仍然是一個理財新手，見到很不同類型的理財及投資產品，實在不知道從何手。理財 Trendy2 透過今次活動為大家帶來一系列輕理知識以及防騙小貼士，正好幫助我們這群子世代輕人由基礎知識開始，去逐一學好理財。Chantel 自家品思意登陸創意市集，首次創業，有勇有謀做好理財規。Chantel 年紀輕輕便創立自家品牌事業做老闆，極為謙虛的 Chantel稱，我除了擔任中銀香港理財 Trendy2 品牌大使外，今天有個特殊身份，很榮幸獲大會邀請，在創意市集攤位售賣自家品牌事業的商品。其實我認為年輕人業有一大優勢，便是不怕失敗，勇於向前，但有勇要有謀，就算有完美的創業意念，亦需學懂如何理資金、有效分配資源等，都需要有一定的理財或知識。所以說到底，越早學習理財越有優勢。大家可以由今日起至星期六來中環街市齊齊持我和一眾本地品牌及創意小店，為具有創意香港年輕人打打氣。Chantel 亦在當天的中銀香港 Trendy2 理財首線財智講座暨玩創市集嘉年華活動中擔任中一場財智講座的嘉賓，與網絡安全專家一同現場觀眾分享網絡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分享被墮入網絡騙案的小貼士。Chantel 成為理財 Trendy2 品牌大使化 Trendy2 理財新手線一日車長。